不嬲係咁多年我都有去投票嘅，因為我都盡呢個公民嘅責任啦。咁啊，希望選出我哋嗰個有代表性啊，或者係為我哋居民去服務嘅議員去做嘢啦。例如我哋嘅民生啦，因為而家你整體環境個氛圍啦，你估即係經濟氛圍都麻麻地啦。咁啊，長洲就好靠呢個旅遊業去呢個去扶持嘅。咁變咗嚟講，如果多啲遊客入嚟長洲去消費啊，或者多啲或者係活動嘅話咧，佢多人入嚟玩嘅話，即係好似你而家香港政府搞好多呢個叫做咩，即係體育盛事咁解。咁點解長洲可唔可以喺沙灘啊做啲活動啊，咁啊吸引啲外來啲人去玩啦？自己選擇希望佢可唔可以將個價錢啊，或者係整翻唔好咁貴咯。因為一家大細星期日入嚟玩嘅話咧，一家大細差唔多入到嚟200-300蚊已經去咗船費啦。我會拉埋屋企人啊，同埋啲會員街坊去投票嘅，即係鼓吹即係多啲人湧入啲投票。好多啊民生問題啊，交通啊，即係醫療啊、衞生啊，即係讀書啊嗰啲使用啊，即係好似呢啲單車啊，即係拍到通街都係冇乜秩序啊，就冇人理啊，呢啲問題咯，影響晒成個島咁靚嘅島啊，旅遊地方嚟㗎嘛，係咪先？多啲政府部門咧，多啲溝通。一陣呢樣話唔關佢事，嗰樣唔關佢事。希望新嗰啲帶希望啦，即係佢哋新思維有咩路啦，將香港好多樣嘢都由新人去改變下啦，即係求變啊，唔係話舊嗰啲唔好。希望佢哋新嘅有動力啦，帶動香港啦，所有啦，一切啦，咩大環境啦。如果我個人如果喺長洲嘅就船費啦，其他嘅就民生啦，成日話民生啦，希望佢哋多啲去落區啦，成日話落區體察下，即係由佢哋個角度去體察下當地即係佢個船區嗰啲民生方面嘅嘢咯，用旁觀者嘅身份去睇咯，即係我哋當局者嘅未必睇得咁多，由旁觀者去睇咯。其實最緊要就係同香港嘅經濟。整多啲設施咯喺南丫島，同埋啲船費又貴又剩咁咯。人哋都話上大陸玩好過入嚟南丫島，南丫島乜都冇，你諗下啦，係咪先？一個島仔行來行去咁咯。旅遊方面咧，你係即係積極啲，可唔可以發展多啲嘢？可能嗰啲交通費太貴，如果可以唔好咁貴嘅其實。單車問題啦，交通啦。如果當選咗嗰啲咧，以往經驗都落去問下嘅，都做得唔錯嘅。期望以後嗰啲議員都係咁做咯。係啦，長洲啲居民啲電車嗰啲根本就冇管制，咁你投訴嘅時候，啲老實講啲議員做嘢咯，可能個排咪會執得多咗啲電車咯。但係問題係，當冇人投訴嘅時候，其實你見到啲電車都係繼續喺度運行。平洲同埋長洲南丫島呢啲係真係即係冇陸路，係得船運啫。咁你船公司加價，其實所有物資各樣全部都上漲嘅。咁佢加價，其實好似我哋呢啲冇其他方法出離開呢個島嘅，都係得船運嘅。咁變咗即係船先可以出到去嘅，跟住佢加價，我哋就焗住都係要俾咯。呢個地區就比較上係注重於係嗰個旅遊啊。係。咁啊，希望就係話可以有冇辦法去搞旺多少嘅人過嚟。